每个人啊，哦，嘅人生可能大家有的人去到係一條歌曲，有的人去到係一出戲哦，也就編寫部分就係切假來咧嗬。我想 Andy 下先來享受一條歌，將個慢慢來聽兩位來賓來講故事。呢條歌是係玉天帶來嘅，Andy 阿婆嘅故事，看定你，好，看定你 Andy 下次來聽咯。渐渐的笑容，来看着你，有岁月改面容，你看着俺，中途堕落朋友，你看着路相片，有永久不变。嘅回忆，我期待過去嘅時光，點情談定那報告，重新盼望美好嘅年頭，本意永久嘅。渐渐的。